市府多叫人员详细列让丰原市场建物范围。这个市场是伫沙鹿向上路7段的山卡丰原市场，土地是眼宽型的。伊做业者经营丰原市场，伫中立选区立委补选的时，民进党阵营检举讲丰原市场有违建，所以讲市政府派人到现场去量，厘清整个违建的确切的一个范围，还有合法建筑物的位置。最主要还是要厘清整个违建的行为人到底是严家还是承租人。这个量过了，确定讲山卡丰原市场合法的面积是中央这地差不多442平方公尺，相边违建的无合法的面积差不多有980平方公尺，总面积1422平方公尺，比原来登记面积大3倍。中立选区立委补选的时，颜宽恒阁到丰原市场探访这摊商，讲对手是政治对杀，连民间经营丰原市场嘛无放过。摊商接到违建爱听的消息，讲年到啊，要安怎较好？严宽仁他们也是落选的，也不用追杀到这个程度了。说实在的，选举一时啊，不用这样。再看看啊，如果看看能不能再找还是怎么样啊？这影响很大很大哦，就是家庭要生活啊。可能会请教那个建筑师啦，因为他那块建地是容积还够，就是看还可不可以补造。市场业者承认讲，租地了后有违建，目前有20外个单位会想办法争取补执照，卖拆掉。若都法局是表示讲，确定违建的范围了后，会确定讲是原家的人还是承租的人违建的，确定了后会寄违建的认定书，要求14天内爱家己拆掉。